黑人陈建州和老婆范玮琪婚后育有双胞胎菲菲翔翔，夫妻俩不时在社群平台晒小孩。20日，陈建州买咖啡时，竟被女店员问黑人哥哥缺女儿吗？让他惊讶回2字，粉丝全笑翻。陈建州在 IG 曝光一段影片，他看到咖啡杯留下的字句，忍不住大笑妖兽，还跑去问柜台是谁写的。写字的女店员立刻被同事出卖，让陈建州笑说幽默，你这问题问的直接哦。女店员说看你要什么女儿我都有。我有6个女儿，然后一人给你200，让陈建州瞬间笑喷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你在说什么啦？最后陈建州跟女店员说下次范姐来你问她哦。女店员也幽默回我一定会问她，我写信给她。一来一往的趣味互动逗乐不少网友。事实上，范之前出席自创品牌活动时，曾透露自己没有女儿，所以常常会幻想如果有女儿，会怎么帮她打扮。不过高龄怀孕的范在生双胞胎菲菲翔翔的过程太辛苦，留下惨痛的生产经验，因此无奈表示不可能再生了。